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，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，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必勇敢站立。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。有主在我里面，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使我们透过圣经来更认识你。你说若专心寻求你，就必寻见。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好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我们要来继续历代志下的共读。好，不晓得大家在历代志当中有没有得到收获，有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帮助？我们昨天读到了历代志下的张玉这个简报 ，OK。好，历代志下的第8章。好，那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在圣殿建完之后，还有在上帝的祷告、上帝的回应当中，好，那他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呢，也得到上帝的警告。好，特别是在第7章好的下半段，好，那上帝也再次的劝诫他，好，必须要抓紧上帝的话，
抓紧像他父亲大卫一样，好，能够抓紧跟上帝的关系，才能够长长久久得到祝福啊。好，那昨天也提到所罗门，他有他的一个热衷热爱，就是建筑。所以所罗门在建筑上面呢，他大兴土木啊。好，他把这个西兰王看为没有价值的地方呢，但是他这边开发好，并且派了很多的人，好，那很多的劳工好在那边建造，让他们服役啊。甚至呢，所罗门好，他所娶的妻子埃及法老的女儿呢，好，也为他另外建造了一座宫殿。所以建完圣殿，又建所罗门的殿；建完所罗门的殿，又为法老的女儿又建皇宫啊。好，所以非常的忙碌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呢，或是列王记的时候，就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的年代。好，那时候以色列人都来 complain， 就在所罗门死后，说所罗门真的让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啊。好，用很重的重担在他们的身上，希望呢，好，这个他的儿子罗波安好能够减轻他们重担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在后面会读到的。而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看是第8章好的最后2节啊，好，最后2节。好，那我们请玉竹好来带我们读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读历代志下第8章17节和18节。后来所罗门到以寻加别和以路去，这是在以东地区海岸边的2个港口。西兰王送给所罗门一些船只，船由西兰王自己的官员长指挥，并由经验丰富的船员驾驶。他们跟所罗门的官员一起航行到俄斐，从那里给所罗门带回来大约15000公斤金子。好，那在这一段第8章的最后呢，提到所罗门，好，那他在这个国家当中，好，改变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质哦。好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，是一个农业，好，本来是一个农畜牧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所罗门好，他大兴土木建造，还有他认识这个推罗王西兰之后呢，他也改变这个国家，好，让他成为是一个海上国家，能够做航海。那怎么做的呢？好，那这里提到3个城市啊，以寻加别、以路和俄斐啊。以寻加别和以路呢，都在红海的北边。好，那这个2个城市呢，好，也都是做港口贸易。那俄斐呢，是在阿拉伯的南边，或是在非洲的东北边哦。好，比较可能是在非洲的这个索马利兰。好，所以从地图上面来看呢，好，推罗王这个西兰，好，就是推罗王西兰呢。好，是在这个地图，好，黄色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王国的地图，从最北边的哈马到南边埃及的边界。而这个推罗王呢，好，他是在面对地中海，好，所以他常常就是向地中海来航海行驶。可是以寻加别和以路呢，是在以东的南边，好，所以以色列下来就是以东，以东最南边下去就是红海，好，所以再把它放大。好，在下面呢，这个以东再往下走呢，红海最上面有个阿卡巴湾哦，好，就分别有这2个城市，以寻加别和以路。而透过这2个城市呢，所罗门啊也很有智慧，好，他请推罗王西兰呢来教他，带他的人，派他的人，好，来怎么样来做航海，好，造船，好，然后怎么样出航，好，所以呢，他就从这个阿卡巴湾呢。一直去，好，穿过了整个红海，好，然后呢，来到了阿拉伯的南边呢，好，就是俄斐，圣经翻成俄斐啊，好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好，就是今天的索马利兰，好，在非洲的东边的地方啊，好，算东非，好，索马利兰呢，到现在还不是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，好，那台湾大概是台湾的4倍大。那么比较常听过就是索马利亚，好，就在索马利兰的南边，好，旁边的地方，好，可能立煌兄有去过哦，好，去非洲很多次，好，那在这个索马利兰呢，好，它人口不多，300多万人，好，但是呢，索马利兰也在几年前呢，好，和我们台湾有这个外交的关系，好，互相可能在联合国都不被承认的国家呢，好，土地人民当中，好，却也有这个建立外交上的关系，好，所以在几年前，好，我们的台湾，好，蔡英文总统的时代呢，好，就有和这个索马利兰，好，来建立这个外交上的关系。而所罗门呢，透过好这个西兰王的帮助，让北边这个以色列好能够下来到阿拉伯，有什么改变呢？好，就是可以从阿拉伯半岛
然后呢，可以再往哪里去呢？经过阿拉伯海，好，往东方去，好，那可以去到哪里呢？可以去到印度，好，经过了印度呢，可能可以再经过孟加拉湾，就可以去到中南半岛，好，甚至就来到了这个亚洲的地方，好，到印度就是到亚洲的地方。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写，好，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，好来看所罗门为什么要开发这2个在以色列南边的这2个城市。好，那西兰王他在帮助所罗门在红海这个地区呢建立了船队。当时呢，这些船呢要从地中海到红海呢，好，没有办法像今天有苏伊士运河可以直接走捷径了。但是所罗门好，他这样子的开发呢，好，让以色列、让地中海好跟红海，甚至跟阿拉伯海好都有了一条好这个运输的管道。好，所以在当时好，不论是现在留下来的看到的这些船，好，当时的这个海上的贸易呢，好，这所罗门好，他也改变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制啊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9章，好，因为这样子呢，好，结果呢他就交了新朋友。好，第9章的第1节、第2节，好，请狱卒带我们来读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王的圣名，就到耶路撒冷来，想用难题考验所罗门。他带来一大群随从，还有一大队骆驼驮着香料、珠宝和大量黄金。他见到所罗门的时候，把所能想到的问题都向所罗门提出。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，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倒所罗门。好，那这个是非常有名，我们讲到所罗门也会记得这个示巴女王啊。那很多人认为这个示巴女王呢是黑人好，或是阿拉伯人好，但是示巴在什么地方呢？好，示巴应该是在阿拉伯半岛，好，这个也门好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边，好，所以它应该是来自于阿拉伯，属于阿拉伯血统的阿拉伯人哦。而这个示巴呢，它的意思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妻，好，或是誓约，好，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去到别示巴，哦，就是妻井，好，或是誓约之井，好，别示巴就是从示巴代表妻。那它是在阿拉伯的西南边，好，可能就今天的也门，好，离耶路撒冷呢，好，大概有2200多公里啊，好，那在那所罗门那个年代呢，好，也门示巴，好，示巴它就已经是一个王国，是一个国家。其实，在所罗门王代那个年代呢，国家并不多，好，但是示巴是一个在历史上好可以记载的国家，而这个国家呢，存在在主前的900年到主前450年，好，所以大约有450年之长啊。那根据亚述的文献记载呢，在西元前7、8世纪呢，阿拉伯就有5个女王来执政啊，好，所以这示巴女王是其中哪一个？好，那可能不晓得，好，但是没有讲到她的名字，只有讲到她是这个国家，而且呢是这个女性，好，是女王啊，好，所以在圣经当中老早就有这个女性的领袖领导者，好，那这个女王来呢，就是要来考所罗门，好，但是她是有备而来。第一个呢，她准备了很多的香料、黄金、宝石。第二个就是她所有当女王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好，她可能在治理阿拉伯，或是在治理这些的国家地区，好，或是她可能也做了这个海上好的这些活动的时候，所看到世界各国其他地方带来的问题，她通通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，她就要来拷问啊，好，来拷问。答得对就送他，答不对呢，好，就证明所罗门好根本不配成为这有智慧的王。我们再请狱卒带我们来读3、4节。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，看到他所建造的宫殿，又看见他桌上的珍馐美味，他臣仆的住宅，王宫侍从的主织和所穿的制服，上酒的仆人和他们的衣服，圣殿里所献的祭牲等等，惊奇的说不出话来。那这个所罗门智慧的话呢，好，他可能有是当场，好，也有写成诗，也有写成书，好，也写了雅歌，写了箴言，好，那而且呢，他来到所罗门的国家，看见他的王宫，好，圣殿可能没有办法进去，但是看到所罗门自己盖好的王宫，以及他所吃穿，甚至他的仆人，好，还有这些他们的衣服，还有圣殿所要摆上这些生祭呢，好，等等呢。惊奇的说不出话来啊！好，和本翻译是诧异的神不守舍啊！好，神不守舍。好，所以也有人说啊，这个示巴女王来这边之后就爱上了所罗门，好，然后就开始自己编剧啊，所罗门这个示巴就嫁给了所罗门。好，其实没有，因为等一下就看到。
好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场景当中，好，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好，示巴女王，好，她来见到所罗门的所有的细节，好，所有的国家内外，好，一路上，好，他从这个以寻加别登陆上岸之后，好，一路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所经过的地方，还有他看到所罗门治理这个这么大的国家，幅员辽阔，好，所以一路上都是让他非常的讶异、诧异，好，惊奇，说不出话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示巴女王，好，她对所罗门好开口所说的话，5、6、7节，好，请玉竹带我们来读。他对所罗门王说：“我在本国所听到有关你和你的成就及智慧都是真的，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，才真正相信。关于你的大智慧，我听到的还没有一半，你比别人传说的更有智慧。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。”一个女孩子要在阿拉伯，在示巴要当上女王啊，已经是不容易。好，那她远道而来，而且她不是没有实力，她也带着金子，带着宝石，带着珍贵的香料。好，那她就是要来踢馆的。好，结果呢，见到所罗门，好，不仅说不出话来，说出话来之后呢，好，他只能够心服，好，臣服所罗门，好，才知道说，哇，你的大智慧，我听起来呢，远超过我所听到的。好，所以证实所罗门真的这个智慧不是来自于人，好，来自于神，甚至比传说的更有智慧。而且示巴女王也很羡慕能够做所罗门的臣仆，多么幸福。为什么呢？好，因为可以常常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什么是所罗门智慧的话呢？好，简单说就是圣经的箴言啊。在箴言的1到9章是所罗门的箴言，是给年轻人的智慧忠告。10到21章是所罗门的箴言，好，是善恶对照跟敬虔的生活啊，好，就是劝诫人好要行善啊，要远离恶。好，那在25到29章呢，是西西家王派人又再次整理誊录所罗门的箴言。所罗门的箴言，好，就是要人记得这几件事情：做孝敬父母，寻求神并得神的智慧，还要善待他人，然后要保守自己的心，然后要对配偶忠贞，好，不可以陷入淫乱。而不可以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勿交损友，勿犯奸淫，好，勿借贷，好，然后呢，勿懒惰。而且呢，不要结交愚昧的妇人啊！好，这是所罗门在箴言当中所劝诫的。而这些的箴言呢，对示巴女王，好，她有全部读到，或是更多。但是对示巴女王来说，好，就已经让她觉得她的大智慧呢，超过她所听所闻。好，接着呢，这个示巴女王，好，又继续把这份的荣耀，不是只有归给所罗门，她只要把荣耀归给谁啊？好，8、9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，他立你作王，使你奉他的名统治，表示他多么喜欢你，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以色列，要永远保护他们，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，使你能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把带来的礼物赠送给所罗门王，有大约4000公斤重的黄金，很多香料和珠宝。所罗门王从没收过比示巴女王所赠送更高贵的香料。这个示巴女王也是很有实力啊！好，一出门就带了4吨的黄金哦。好，那这要怎么一路上从阿拉伯带到耶路撒冷来？好，那他是要显示他的实力。好，最后他真的是臣服折服，好，在所罗门王面前。但是呢，他不是臣服折服在所罗门的面前，好，而是第8节。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。好，所以所罗门透过智慧箴言来反映出，好，这些的智慧，好，是不是来自他的父亲？示巴女王也没有说，哇，你爸好厉害，咖喱嘎嘎加好势，好，没有说你阿公好这么棒，好，让你们全家基因这么好，好，他知道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这也是所罗门他做的非常成功的地方。来见证上帝的荣耀，好，同时呢，也见证这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而且呢，好，第8节连示巴女王都知道，上帝就是要人秉公行义啊，在所罗门的这个位置上面要秉公行义，所以这些他带来的金子、宝石、香料呢，好，全部好都留在耶路撒冷，
其实对所罗门来讲，好，金子它比示巴女王更多啊，好，宝石或许更多，但是没有的就是这些的香料，好，这些香料。所以这边还圣经特别写下来，所罗门王从没收过比示巴女王所赠送更高贵的香料。好，有没有去过阿拉伯？有啊，立煌兄有去过，有没有买过阿拉伯的香水？阿拉伯的香料呢，好，就是有各种的香料，这些香料呢，都从植物，好，都是从树上，好，或是从旷野当中去提炼，好，所以看各种的颜色，好，那这个是网络上找到的图片，好，但是这些香料呢，好，都是要经过很多道的程序，好，然后一道一道的才能够有，好，那所以所罗门呢，他也很开心，好，能够收到这样的香料，好，今天我们也可能很喜欢用不同的香水啊，或是精油啊，或是芳香啊，好，就是让我们闻到这个味道，好，就让我们能够心情或是整个身心都能够舒畅啊，好，所以这对所罗门来讲，好，是他非常喜爱的，好，或许他也拿了这些香料去送给女朋友，好，可以谈情说爱，增加他的罗曼蒂克，好，但是圣经也是这样记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读第10节到12节哦。西兰王和所罗门王的仆人从俄斐运金子来，也运来檀香木和珠宝。所罗门王用这些檀香木做圣殿和王宫的阶梯，也为乐师歌手制造竖琴和七弦琴。犹大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檀香木。所罗门王除了用礼物答谢示巴女王的馈赠以外，凡是示巴女王所要求的，他都给她。于是女王和她的随从回示巴去了。好，那因为这里是插在第10节这个地方哦，本来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和示巴这2个国家的外交，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前面有提到，好，这个以色列和这个推罗呢，好，就是西兰王，好，也是非常的友好，所以这里变成是3个国家，好，从地中海，然后经过以色列，然后经过红海，然后来到了阿拉伯。所以西兰的仆人，好，他也去俄斐，好，就是索马利兰，好，把金子也运来，好，其实就在示巴女王他们的对面，好，那甚至呢还运来了什么呢？檀香木和珠宝，好，檀香木可以做什么呢？做圣殿的阶梯、王宫的阶梯。同样的经文，好，在列王记上的第10章，好，是讲到栏杆，好，可是在历代志翻成阶梯。好，所以可能又是阶梯又是栏杆。好，除了制造这个家具，好，室内建设之外呢，还有第一个功能就是做竖琴和七弦旗，就是乐器啊。好，因为从大卫开始，好，这个国家就非常的注重啊音乐。好，到所罗门年代都不缺乏音乐，而且他们的乐器呢，像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，好，都要用越好的这些材料。檀香木，好，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木头。虽然树长得不高大，好，而且树呢没有很粗，可是因为它的这个树的树的质地呢，好，非常的有韧性，好，而且呢非常有一个香味，好，所以这个檀香也是一个珍贵的植物，好，而且呢生长很慢，好，所以要一个大型的檀香木呢，好，其实也是一个很珍贵的。而檀香木呢发源，好，它的主要的地方呢，好，是在亚洲啊，好，所以檀香木主要是在哪里呢？印度跟印尼啊，好，就甚至要到印尼。所以所罗门王，好，西兰王，好，他们怎么得到檀香木？他们是在阿拉伯半岛上面靠地中海那边好的地方，要去得到这一些的檀香木，好，想必势必好就是要透过这些的海上的船队，好，要去做交易做买卖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接下来看，好，13节到16节讲到所罗门王他的财富哦。哦，对不起，前面那个示巴女王，好，圣经有想到说她回本国去，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再说示巴女王就嫁给所罗门就留在那边了，好，她是有回去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读13节到16节。所罗门王每年收到23000公斤以上的黄金，另外还有商人缴纳的税。阿拉伯诸王和以色列各地区的总督也向他进贡金银。所罗门王制造了200面大盾牌，每一面用约7公斤的金子打成。他又制造了300面小盾牌，每一面用约3公斤的金子打成。他把这些盾牌放在黎巴嫩林宫里。
好，那所罗门他每一年的税收，好像我们的政府又有税收，好，来自3方面，好，23000公斤以上的黄金，好，这可能是代表一个单位，换算成今天呢，好，就是大概20亿美金啊，好，20亿美金，好，如果是在将近2900年前，好，一个国家，好，一年的税收有就是600亿台币，650亿台币哦，好，那也是相当的高。还有呢，商人要缴税，还有这些其他阿拉伯诸王啊，好，都是从南边来的，好，所以这一章让我们看到，从第8章到第9章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，他把他的外交实力，还有经济贸易，好，扩展到南边，好，甚至到海上去啊。好，那还有阿拉伯诸王，还有以色列各地的总督，也要向他进贡金银啊。他这么多的黄金，好，他一年就2万多公斤，好，2644公斤哦，好，那在和本是666他连德，好，所以我们读和本的时候就会记得这个666这个字啊，好，那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换算，好，就23000，将近23000公斤。而这些呢，好，它也用来制造了200面的大盾牌，大的盾牌7公斤，300面小的盾牌3公斤，好，大概一半。这些盾牌呢，都放在它的灵宫啊，好，黎巴嫩灵宫。好，那这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它的灵宫在黎巴嫩呢？好，还是指的是这个宫呢是用黎巴嫩的树好所盖的呢？好，在这边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。好，但是不是在圣殿当中啊？所以这个是大的盾牌，好，7公斤。好，当然这个是后来的人好去仿造的，长什么样子不晓得。好，不过大概可以从这些的图当中，好，大盾牌、小盾牌，好，在他的王宫当中，好，所以连他的守卫这些的侍卫呢，好，都拿着镀金包上纯金的盾牌呢，好，一定是相当的气派。好，那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国家的强盛，好，示巴女王，好，也是看到说不出话来。我们再继续读17节到好最后的3节，17到我们还没有17到19节。所罗门王又用象牙造了一个大宝座，用最精纯的黄金包裹着。宝座的前面有6层阶梯，连着一个脚凳，是用金子包裹的。宝座两边有扶手，一边一座狮子，每层阶梯的两端也各有一座狮子，共12座。任何王宫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宝座。一只大象有几只象牙？2只好，那他把这些象牙集中起来，好，然后做成一个大宝座，而且这个象牙的宝座呢，要分6层啊，而且这6层呢还要留一个空间，好，就是除了给所罗门王上下阶梯之外呢，还要旁边左右都要有12只的狮子啊，好，所以这个象牙宝座呢，好是。他连圣经都说是任何的国家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宝座，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模型当中，好，如果这个是用象牙做的，哇，那这个象牙要抓多少只的大象啊？还有呢，这个宝座呢，好，在这个历代志下，好，跟列王记上，好的形容都一样，好，只有列王记上还特别提到说，这个宝座的背后是圆的，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模型后面，好，它有画出来，它背后长的是圆的，好，所以总共是6阶，好，每一阶呢左右两边都各有一只好金的狮子啊，好，包上纯金的狮子，而这个宝座是有扶手的，好，所以所罗门。好，他的这个王宫当中，好，示巴女王来见到他，好，真的是非常的讶异啊，好，那然后呢是一个非常豪华，或是说非常一个尊荣的地方，好，在世界上未曾有，好，今天也很难再去找到像这样子用象牙做的宝座，好，象牙做的宝座，好，那最后从20节和对不起，在当时呢，好。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，在离我们现在2950年前，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呢？好，离我们现在将近3000年前，世界上国家就只有这一些啊。埃及是最早的，再来就是这个中国的地方。好，中国在西元前所罗门时代呢是来到了周朝。好，而在这个周朝当中呢，周朝也开始有春秋战国，所以有些国家陆陆续续出来。好，同时呢，在以色列就是在埃及旁边有以色列，好，是从扫罗王开始，而那时候有亚述这个国家，好。
好，然后呢，在下面也有讲到示巴，好，然后还有古希腊，好，古希腊人，所以当时的国家并不多，好，所以世界上这些可能知道的国家呢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盛到好像所罗门王这样子，有一个象牙加上纯金，好，金狮子的宝座。好，那最后2节20节到21节。所罗门王所有的酒杯都是金子做的，所有在黎巴嫩林宫里的餐具都是纯金做的，不用银子，因为在所罗门时代，银子不算贵重。所罗门有一队远航的船只，跟西兰王的船队一起航行，每3年船队回来一次，带着金银、象牙、猿猴等回来。那这里就再次强调，就是所罗门，好，他在当时银子是不算贵重啊，好，那只有金子好才是贵重，好，所以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，好，那整个所罗门就改变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体质啊，本来是注重的农业、畜牧业，好，现在变成商业，变成航海业，好，变成是个威名远播，好，然后呢，能够透过国土，好，然后串联到地中海，串联到红海，甚至串联到可能到印度洋去啊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呢，所罗门的远航船只呢，跟着西兰王的船队一起航行。在我们的和本里面呢，还讲到说，一同往他施，往西班牙去。可是，在现代中文译本已经把他施、西班牙好拿掉，好，没有讲到好是去到西班牙，好，只有讲到说是远航的船只啊。而且呢，这一航行多远呢？好，3年才回来一次。好，所以去西班牙需要从地中海去到西班牙需要3年吗？好，应该是不需要。好，所以这个3年呢，好，表示他们可能真的做生意做到非常的远的地方去啊。这里讲到他们带回来什么呢？带回来的象牙啊，除了金银，还有象牙，还有猿猴啊，猿猴还有孔雀。刚才我们现在中文本没有讲到孔雀。好，可是有讲到这个猿猴。好，那在这几个动物当中呢，好，非洲有大象，好，亚洲也有大象，好，泰国、印度好都有大象。好，狒呢，猿猴呢，好是在非洲才有，孔雀哪里才有呢？孔雀要到亚洲才有孔雀哦。好，所以所罗门他去到远航，好，带回来这些的珍奇异宝呢，好来证明。好，所罗门在当时呢，好，他做了一个国际好的这个交流和行动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所罗门好，他让整个好当时的世界呢，好可能促进了当时好在那时候海上航行还没有非常发达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已经透过这个红海的航线呢，好去拜访了印度，好可能去到了印尼，好可能去到了这个非洲，好，甚至呢可能也去过了这个欧洲，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，好，但是从他带回来收集到的这些东西呢，好，他可能真的是跑遍很多的地方哦。好，那今天的经文好，而且呢，好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农业为主，变成跟推罗一样，好，是航海商业好为主的国家。好，过去我们台湾也是农业为主的国家，现在台湾是什么为主？好，台湾可能是以科技为主，好，做这个高科技好的变成一个科技岛。好，所以这也是在所罗门治理之下，好，那我们也能够见证我们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，好，现在已经不再注重农业。好，那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，好，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啊，6、7历代志下第9章的6、7、8这3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，亲眼看见了这一切，才真正相信。关于你的大智慧，我听到的还没有一半。你比别人传说的更有智慧。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！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。愿上主，你的上帝得到赞美。他立你为王，使你奉他的名统治，表示他多么喜欢你，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以色列，要永远保护他们，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，使你能秉公行义。好，这是示巴女王好开口对所罗门所说的宣告见证的话。而这里呢，好有3个关键字。好，他过去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，
啊，如同约伯对上帝的宣告，怎么样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呢，亲眼看见你。好，这也是约伯他一生。好，过去他可能是带着怀疑，现在亲眼看见，他完全的相信。好，但是相信的对象不再是人，示巴女王相信的是天上有一位神，所以他也可能就这样把这个上帝好带回去到他的国家当中啊。而这个你的仆人多么有福啊！好，就是如同耶稣对谁所说的呢？玛利亚啊，马大所说的。好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超凡。好，路加福音10章4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。玛利亚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听耶稣讲神的话。而诗篇告诉我们，一个有福人就是昼夜思想，好，能够按时来勤读神的话，是有福的。所以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讲出了箴言，就如同耳朵好吃了蜜，好，我们说耳朵怀孕了，好，这个嘴唇吃了蜜，觉得幸福感，好，是因为她听见领受神的话。而最后呢，刚才那个黄色的字是什么？秉公行义。好，示巴女王宣告所罗门，他要做上帝要所罗门所做，就是秉公行义。弥迦书6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盼望透过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不是只有大开眼界，好，不是只有做一个考古，或是只有做一个历史，好，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去看见，当我们有约柜在我们的国家，当我们有圣殿在我们的家，好，在我们的城市，当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，我们也能够像所罗门一样，经历上帝所造这个世界，好，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辽阔，能够看到这世界的美好。而我们不会贪爱这个世界，而是我们要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上帝他的慈爱，上帝他的信实啊！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早在3000年前，所罗门因着爱神的话，因着渴慕上帝的同在，为神建造圣殿，以至于在他的一生年日当中，上帝你就扩张他的境界，带领他去到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并且也把上帝的名宣扬传播到更远的地方，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。主啊，在今天你要做同样的事情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在桃园，在我们迦南教会，上帝啊，也求你兴起渴慕你话语的儿女。上帝啊，求你也兴起每一位愿意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诫命，好，上帝你的仆人和使女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打从心里面来渴慕喜爱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如同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，又让我们如同是能够约伯一样，过去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们要亲眼见你，更让我们如同先知弥迦所说的，我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，我们要与神同行。愿上帝你在我们当中掌权，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，也愿上帝你给所罗门的应许祝福也能够成就，祝福在许许多多爱你的儿女百姓子民的身上。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